午安，大家好。依次我網上嚟討論話題，有關於江文慧參選功能界別嘅選舉我覺得好有意義嘅。如果未來嘅區議員選舉都好似多幾個類似江文慧一樣以跨融合方式嚟參選嘅話，咁未來嘅選舉同埋執政一定精彩。等本人引用當年馬斯克家創造汽車業同埋發射火箭為例佢本身外行人嘅，但係佢勝在有錢，唔怕失敗。結果電動汽車業喺技術上佢係成功咗，尤其是佢嘅火箭發射龍飛船亦都好出名，亦都有好多成功例子。若然未來嘅選舉引用多一些非專業人士以跨界別加入選舉嘅話可以令到香港未來經濟同埋政治有所復甦嘅。另外，我有要求未來嘅香港城市論壇應該要重新開啓。原因就係公開嘅政治辯論可以令好多人了解到每個參選者背後嘅理念讓其他市民知道，這一個城市論壇真係令人懷念當年嘅立法局選舉好有一些候選人能夠用一個公平嘅平台，公開讓市民討論同埋參與討論，互相交流，這樣跨界別交流令到每一個參選者嘅政治形象令市民另眼相開。所以本人最後嘅結尾就係未來嘅12月7號嘅選舉你哋是否支持我就不會干涉嘅，但是希望未來嘅選舉係一個公平、公開、有秩序嘅選舉多謝各位。